月跳舞的碗像果冻般软 Q， 因为厚度严格该说是薄度，几乎吹弹可破。这个就很危险了，太靠近了。捧在手中，指尖稍不注意会破。黄正南独创运用英国古瓷、日本粘土和纽西兰高岭土配方做出的薄胎瓷碗，直径最大56公分，在2010年上海世博展出时惊艳全场。透过它的那一种薄的程度，然后呈现出来的质感，再加上画，真的是一种美的飨宴，是一种光荣啊！跟他合作是与有荣焉。画家吴建峰和黄正南合作多年，了解过程有多不容易。就像这个碗，只差那个釉要点上去，点得太厚了一点，就被他收拉掉了，那心都碎掉了。不只要白如玉、薄如纸，还要挑战陶瓷会透光。名列金氏世界纪录大陆名家高梅生的薄胎碗，测量厚度0.9毫米。黄正南硬是做到比名片蛋壳0.3毫米薄，比头发细只有0.08毫米，世界第一。也不相信的东西，我也想把它做出来。我们看到瓷土一般都是有这样的厚度，可是你要做成比蛋壳还要薄1半以上，用板做出来，OK？怎么做出来的？尽力吃。定一次不断尝试，对不对？失败率其实非常高，数不清有多少次功败垂成。黄正南以客家应景的精神不断挑战，让作品无人能及。之前有企业家拿超级跑车换他的5个碗，最近又有大老板登门来，来跑接你了。跑5000公里了，都叫我做8个了。我说我现在目前8个而已。少说不敢答应，作品在大陆喊价1000万人民币。这位客家之光坚持关键技术要留在台湾，打出莺歌陶瓷非凡的评价。用板做出来嘅，敬去吃。用板做出来嘅，敬去吃。谢谢宗仪老师。